我哋十分榮幸得到香港銀行學會嘅認可，呢一個殊榮肯定咗我哋喺人才發展方面嘅長期堅持同埋承諾。我哋一直致力於發展同埋培養下一代人才，並以創新嘅方法吸納頂尖人才，令星展銀行可以喺業界中脫穎而出。今次嘅認可，全賴每一位同事嘅努力同貢獻，令星展香港成為一個卓越嘅工作場所。星展銀行一直以培訓人才作為核心嘅重點，因為要保持競爭力，所以必須要擁有一支裝備完善、具備未來視野嘅團隊。隨住新科技快速發展，我哋積極推動全面嘅人才發展策略，幫助同事掌握新技能同埋知識，以及面向未來所需要嘅心態。透過有系統嘅人力發展規劃同 skills mapping，去識別而家同埋未來所需要嘅技能，並專注於 education、exposure、experience 嘅發展框架，再配合我哋嘅 iGroup 人工智能平台，為每一位同事提供個人化嘅學習旅程。